正道的题目是成为忠心而精明的管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恳求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活出真理。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路加福音16章是路加福音比喻中是只有路加独有的，但是却是最难解释的。好，我们先来了解这段圣经的脉络跟背景。路加福音15章，耶稣讲了3个比喻，他的对象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在第16章，耶稣又讲另外一个比喻，可是他的对象转为耶稣的门徒，那个主题都是围绕着财产、金钱怎么处理，就是理财的观念。那我们今天读的福音是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前面讲的是一个不义不正义，但是精明的经理人。接着耶稣呢就提出从这个经理人从身上来反省我们基督徒当怎么样正确的理财。这个比喻虽然是路加独有的，但是反映当时生活的实况。有一个经理人圣经上叫做管家，现在的话叫 CEO， 控告失职，因为他浪费了主人的钱财，所以主人那个董事会的董事长想把这个经理人撤职，要他交出一切的账目。当时犹太社会当中富有的地主常常把自己的农庄或者财富交给专案的经理人来经营管理。这个比喻相当令人费解，引起很多的争议。譬如说，这主人为什么要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呢？许多圣经学者出尽了法宝，总不能达成共识，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要传达什么信息。但是这就是这个比喻的诡谲跟它的魅力所在。那我们来看，其实耶稣每一个比喻都相当富有挑战性。这个比喻挑战性最大。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的研读、探寻重要的属灵的洞见，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比喻真的很精彩。这比喻跟其他2个论到理财的比喻，就是浪子跟妇人与拉撒路的比喻，是相提并论的，都谈到如何理财。浪子这个人，我们就上礼拜的经文，浪子这个人浪费了他父亲给他的所有的财产，然后惹上麻烦。他就讲了3个来，他就醒悟过来，然后说我要起来，于是起来，他整个觉醒了，就觉醒而得到新生。而这个管家，今天的这个管家挥霍主人的财物，惹上麻烦，他也醒悟过来，他对心说话，工于心计，然后呢，他诡计上身，他就做了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利己而害人的事。好，那个富翁看到拉撒路在门口，理都不理，他只为自己，所以他很自私的享受钱财，没有帮助他在他家大门口受苦的拉撒路。结果自己面对他没有善终，他死的时候，他却是痛不欲生。一个是觉醒新生，一个诡计上身，一个痛不欲生。所以这3个蛮相似的。那个希腊文都同样用一个词来形容浪子跟这个管家的挥霍。结果竟然最后的结论是，浪子的父亲拥抱他，并为他举办了筵席，而主耶稣竟然称这一位不忠不义的管家，说他办事精明。所以
请注意，我们要读这段圣经，我们先了解这个经文，这是个比喻，是简短虚构的故事，用来阐明属灵的真理。通常它含有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转折，它不是个预言人事每一个都要对照的，不是。它也不是一个典范模范的故事，要我们照着去做，不是，是要我们去学到它的转折背后的意义。好，那我们来解释这段经文。首先，我们来了解这位不忠不义却是聪明的管家的比喻。这位狡猾的那个经理人有点像创世纪里的那个雅各。这个人雅各既狡猾又精明又八面玲珑，在他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他真的会逢凶化吉，跨越难关。所以他的人既精明干练，脑筋又转得快又准，他绝对不会食古不化，也不会憨直呆板。所以这个管家的精明，很像台湾人说这种人叫做监工恰，有够恰，又精明。所以这个管家被嫉妒他的人告了一状，参了一笔，说他挥霍主人的财物。主人也信以为真，就准备把他撤职。然后呢，他就开始反省，他就对心说话，他善于对心说话，自我对话。他说：“我身无长物，撤职以后要靠谁呢？我何以自保？”所以这位犯错的管家，他用心计在于对自己说话，先说服自己，先对自己说话。他承认自己犯错了，然后工于计谋，为了要照顾自己的余生，他就要善用最后的机会，他就耍了一招，将错就错，顺水推舟。他怎么顺水推舟啊？他把主人的债户都叫过来，这些债务人都叫过来，然后擅自叫他们改写账单，100桶的改50，100担麦子的减20，这慷主人之慨，让债户个个感激涕泪，感激这位债权人恩主的宽容大量，然后齐声赞赏主人的恩德。哇，那个主人赚得美名，总不能撕破脸，要债户照实还债，有损他的令誉。在那个重面子、好面子、讲信义的时代，既然被人家称为人风，还给他脸上贴金，那他就何苦去撕破脸，对不对？去拆自己的台，然后被人辱骂，他就将计就计，乐得做了一个光彩的恩主，财源虽减，荣誉却增，这还划算。所以这个主人称那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或者有机会给他留任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他透过改债务的数量，使自己成为主人债务的朋友，然后呢，有可能因为这样，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会被接到那个债务，就把他接到他家里，让他度很好的晚年。好，这是很特殊的说法。那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接后耶稣的2个评论。第8节，耶稣写了2个评论。这个评论呢，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就内容跟经文的脉络来看这里所谓的主人，其实已经不是管家将管家撤职的那个主人，而是讲述这个比喻的主耶稣。主耶稣直接的批判这个人是不义的，不忠不义，所以他批判他这个人，你是不忠不义，但却赞赏他的手段高明，能够如此深谋远虑，然后安排将来的生活。这是第一个评论，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他第2个评论是什么？他进一步的补充，他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今世之子，我们现在没有人再这样讲，我们现在都称为世俗之子。
换句话说，他在这里做2个对比。他说：“门徒，你们是光明之子，而这个不义的管家，手段又很，这个人是不义之子，是世俗之子。耶稣责备世俗之子不义，但是却借着他的精明来激励光明之子。今世之子，他能够排除万难，力争上游，然后变通权变。而基督徒呢，却是什么二愣子，西点点都改不了。这个有一个教会要装冷气啊，有一个执事说，耶稣又没有冷气，怎么可以装冷气？昏倒。他说，结果然后那个一个执事说，你家有没有装？有啦，双重标准呢，是好，那个诡计多端的那个钻头蜜缝的那个雅各，他这个人，他可以跟天使整夜的较力，而且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最后搞得难分难解，最后还赢得名字叫以色列，与上帝抗衡者的美名。创世记32章23节到31节。所以从一般荣誉的标准来看雅各为了夺取长子的名分跟祝福，既然欺骗瞎眼的父亲以撒，创世记27章1到40节，其实这种行为是无耻的，而且是不义的。那为什么上帝没有咒诅他呢？反而将错就错，让这个精明滑头的无耻之徒继承了亚伯拉罕的福分，这是很难解释的奥秘。这也是激励我们去反省，不要视一切说理所当然。上帝奇妙的作为远超越我们的解释跟我们的分析。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到底我们怎么去学这个。好，耶稣呢讲完了比喻，然后做个评论以后，他就开始讲正确的理财，来说明前面的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实在太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耶稣在比喻的结尾做了评论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比喻不是要我们学他的不义，而是要引导门徒反省说：你们处事呢，要不要灵巧像蛇，心灵要什么样？驯良像鸽子。请问大卫他能够牧养以色列人，诗篇72篇说他什么？他是心中纯正，手中怎么样？巧妙。你不要心中纯正，手中不巧妙，更不要是心中巧妙诡诈，然后呢手中纯正推，对不对？一言垂垂，那怎么做？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其实耶稣是在末世将来临的背景讲出这个比喻，他的原始的目的是劝人善用最后机会，你要有善终，要争取进入天国。好，我们来看正确的使用不义之财。第一句话是说，我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户里。很显然，那个接我们到永存的账户里的是上帝，所以在这里的结交朋友不是比喻中的债户，他会找那个债户。那你们呢？他找债户只是暂时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你们要找到那个永恒的天家，哇，那才是永远的。所以保罗他讲到他人生的那个得失，他说：我现在人生所面临的是自叹自亲的苦楚，要为我承受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两个就说权衡，而不要认为基督徒都不做计算，不做打算，那是不对的。好，第二个耶稣讲的说，用个谚语，他说要忠信的管理财。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好多人都说我是个小错不断，然后大错不犯，其实不对，小错累积起来就变成大错。好，耶稣教导门徒要忠信，其实在对比那个邪恶的管家。他说：你们在财产上不忠信，
谁还能够把那个真实的你们在那个不义的财产，就是指今生的财产，谁还把那真实的财产、那永生的福分给你呢？你们如果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别人的东西就是我们今生所有的东西。你再怎么样住大的房子，你死了以后还是别人去住，同意吗？你开怎么样好的车子，你死了以后还是别人去开。你不能说死了以后再将之开在那里，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那个真自己的东西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好，这里有个对比，不义、真实，别人的、你们的财物。所以真实的财物是要交托给门徒管理的那种属灵的那个福音的使命，那个是要把许多人带进永恒里面，带进荣耀里面去的。所以最后耶稣做一个结论，他说：“你们只当侍奉上帝。”用个谚语，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一个家仆不可能同时侍奉两个老板啊，不可能的。两个老板发的命令不一样，同时下令，那怎么做？我们人不可能同时向东走又向西走了，不可能啊，同意吗？你没办法追捕，同时追捕两只兔子了，除非这两只兔子绑在一起同心同行了，对不对？好，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来反省这段经文。首先，我们来想从今世之子来学智慧。这个耶稣基督很特殊啊。用这种方法来反讽的来激励我们，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是主耶稣称赞的，并不是称赞他的不义，而是称赞他办事精明。因为那个人怎么说办事精明呢？他看到那个危机迫近，他要为未来搭建桥梁，他有很强烈的企图心。证明自己的办事精明跟果断，而不是坐以待毙，对不对？他不是坐以待毙啊！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成功的牵住主人，使他的主人不能取消折扣，否则要损害名誉，跟二户交恶，跟债户交恶。他主人说啊，不划算。所以在这个讽刺的感觉里面，这个无奈呀。他借着重蹈他被指控的事，而重建他自己的未来，够精明了吧？这够精明。所以主耶稣，他称赞这个不忠不义的人，叫做世俗之主，专门以现实利益聚焦在现实利益，就是应付世间的市场，只在追寻自身的利益，可是他们的做法、手段、策略，然后呢，规划，做得比这些基督徒还精准。而今世之子，这世俗之子，他明白这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而且为自己的利益，他就利用怎么运作法，就怎么运作。我东伟认识一个教授，他从德国回来，然后博士后花了1年，他专门研究那个财团怎么运作的，这股票怎么运作的。他就告诉我，他这样就运作了。然后他在东吴就开了这个课，跟他买的都赚钱了。他30年前只有专门投资那个鸿海，而且他只买不卖。不过这个人蛮可爱的。但我帮他办追思礼拜，因为他的爸爸我们带他信主嘛，然后他就算一算说，陈牧师你这样子帮我们家省了80万，我就把80万拿出来捐给学生，当做那个助学金，每一个人1学期4万，那1年8万，我刚好可以帮助10个人，帮助完了以后，我自己再拿80万出来，他这我蛮不错的。他就是很精明，但是他最后把它用在那个是蛮好的。好，我们在这里还想一下来。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一只壁虎，为了要逃生，它会不惜断尾求生。
那我们为了获得永生跟属灵的生命，难道我们不需要做一些牺牲吗？我们不需要做一些规划吗？我大学是读管理的，然后我在东吴开圣经课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怎么帮助这些学生，所以我就从圣经的课程里面专门提出圣经里面对婚姻的教导，人要怎么样离开父母，以妻子结为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圣经里面怎么做人生规划，然后圣经里面怎么提到怎么样子掌控自己的 EQ， 然后每一个课程都跟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然后圣经上都提出解答，然后应用很多现在那个管理学的策略。亲爱的，我们要主耶稣要我们学习这个不义的管家，不是学习他的诡计，要我们学习他面对问题那个认真的态度。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跟迫切性，学习他怎么为自己的前途费尽心力。这个很像什么？旧约里面有没有这种例子？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被埃及的法老不义、不公平的对待，把他们压迫伤害。请问要出来的时候，耶和华吩咐摩西要他们做什么？做什么？就趁着埃及人在上司长子在哭泣的时候，就跟他们要金银，要了很多财物，都要出来。要了以后，这些不知道做什么。然后要了以后，他们到了会幕的时候，到了那个旷野要建会幕的时候，哇！旷野那里沙漠哪有东西盖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把从埃及夺回来的那些金啊、银啊、羊毛啊、皮卷啊，什么这东西全部拿出来，就刚好正有建造会幕的器材。约翰卫斯理就教导人，他说：“我们要从事实的所有的学术、所有的技术，拿来转换为上帝所用。”你们知道约翰卫斯理他从牛津大学出来，拿到终身的讲师的时候，其实给他的讲师的每一年的钱只有600磅，他还是用28磅。可是你知道吗？约翰卫斯理以后他赚钱赚到每一年1500磅，最高的时候3000多磅。为什么吗？因为约翰卫斯理他就研究了所有医生的处方单，然后去统计英国人最常生的病是哪些啊？因为英国人生个病啊，看个医生，单看医生而已啊，就要花掉20磅。那一般英国人全家的生活费一年才30磅哦，一个人生一次病哦，就花到根本没办法活嘛。然后约翰卫斯理的会友又穷到没有办法，约翰卫斯理怎么做你知道吗？他去统计了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简易治疗法》，里面有380多种处方，可以治1000多种病啊。说结果呢，你不用去看医生了，大病才看医生，小病都看这个就好了。看了以后又没有药，没钱买药怎么办？为循道会的每一个教堂就弄一个简单的药局就是这样。你知道那个简易疗法那本书哦，每一年在英国卖了10几万本，让他稿费了很多。那我带陈玉明医师啊一起去 Bristol 的时候，我请他看那本书，他说：“哎呦这本书我们现在处方还可以用，虽然是300年前的，他说80%还可以用。”你就知道那个把这个世俗的知识引用来解除信徒的痛苦，然后帮助他们。然后怎么解决？然后这些人身体健康的恢复了，然后成为基督的精兵。这些，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认真一心一意的侍奉上帝，不要侍奉别的东西。所以他就提供了一个好的方法，叫我们从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忠心。所以我们要彼此勉励，然后我们从小事上做起。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教会就重新开始这样做。好，来结交朋友。这第9节结交朋友，我们怎么来应用呢？那个富翁是因为享受财富，忽视了拉撒路的痛苦而遭受惩罚，所以学者推论第9节，他说结交朋友的意思就是要施舍给穷人。
这句话是一个很惊人的逆转，帮助现世的穷人，好让他们在来世帮助你。穷人怎么会帮助我们，在来世帮助我们呢？这里涉及到天国的颠覆性，因为最后的要成为最先的，最先的要成为最后的，而且这是路加13章30节，天国里面的贫穷人将会成为富有的，而且容易欢迎我们进入永恒的家，因为我们坐在最弱势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小事情，主耶稣都记念。你给他一杯凉水，主耶稣也记念。然后你给他一杯凉水，在天上给你什么？可能给你一次波霸奶茶，然后给你什么各种营养的，我能想到最美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会考虑我们到底是不是用我们的不义之钱财来帮助需要的人。无论我们身处于任何的处境，都有可以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我们再怎么穷还是有人能够帮助了，帮助我们更穷的人。你知道新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马其顿，腓立比人，他们错了一大笔钱交给保罗，说请你帮我们拿到耶路撒冷周济穷人。保罗拿那个钱发抖啊，他说你们已经够穷了，你怎么可以？结果马其顿人说什么？他说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身心已经献给上帝了，我们是先身心献给上帝，所以这个钱财身外之物，我们不是钱财的管家，而且我们也归附了保罗使徒，我们信得过你，所以我们把钱交给你。扫罗说你们已经在喝稀饭了，怎么可能？他们对保罗说没关系，我们水再加多一点，喝的多一点，厕所跑多一点没关系，我们忍耐一下。可是那一些人连稀饭都没得喝，就是这样精神。所以保罗很感慨的看到腓立比的教会说什么？他说主耶稣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主耶稣的典范成为马其顿教会的典范。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昨天去我以前大学的教会，他们看到我去读神学你知道我去读南神的时候，我们全家4口，那时候老幺还没生，去读书，结果我们从校园团去工作6年，哇，全身都是病，然后又没有劳保，每个月我们看医生的钱就要5000块，然后我在教会实习呢，1个月才不到2000块，那怎么活呢？又带孩子做什么？结果我们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说，我们组成一个腓立比团契，我们每个月寄钱来支持你，那就是腓立比团契。他说：“你们怎么这种想法？”他说：“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8章腓立比的教会的那个见证，就是这样子。”好，第3个，我们来看耶稣的呼吁，这个很令我们惊讶的。耶稣叫我们小市场忠心，然后在不义的财产上。我们要在小市场忠心，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所以不要我们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我们不可能2者都侍奉，对不对？有一个传道人呼召说我们中间，他讲的拉撒路的故事，我们下礼拜要讲的，我们中哪一个人愿意做拉撒路的，请举手。有一些人将来到天上去的，大家都举手。愿意做财主到地狱的举手没有？结果有一个人2次都没有举手，他就问他说：“牧师问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希望活着的时候是财主，死了变拉撒路，所有保全一样。”这不可能的，不能侍奉2个主。所以金钱好像磁铁，然后施展它的拉力，时常威胁我们，把我们拉进上帝，还是把我们拉进魔鬼。金钱是魔鬼最有力的工具，所以金钱没有钱金钱不是万能，但是真的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同意吗？真的万万不能。所以金钱可以变成我们操控人、利用人、压榨人的工具，金钱也可以变成赤身裸体者的衣服、无壳蜗牛的房屋，然后呢，那些病痛者的医药，那些饥饿者的饮食。所以这2个之间是一个全变的，所以耶稣叫我们不要做财主，
不要做财主的意思，不是要每个基督徒都很穷啊，是不要以钱财做我们的主人，而是以钱财做我们的奴仆。钱财是最好的奴仆，但是是最差劲的主人。所以悔改的意思是指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整个改变，在这里是这样讲。好，最后我们要来提到一个重点：耶稣怎么会称呼这样子那个改账户、卑鄙龌龊做这种事的人呢？我们来发现，感谢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好的管家，并且他没有侍奉服侍金钱，耶稣没有。那个犹大为什么那么焦急呢？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使5000个人吃饱，对不对？如果耶稣基督从此要开面包店，多好啊！那不是大发利市吗？那耶稣医治的那些病患、瘫痪什么什么，耶稣开个医院多好啊！经济的弥赛亚就出现了。耶稣没有，他没有服侍钱财，他反而服侍我们。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说，那个管家把欠财主的债减一半，或者减20%。但是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管家呢？我们这些人本来欠圣洁的上帝创造主，我们本来应该永远在地狱啊！我们的债我们还不清呐，还不起呀，我们根本不可能还清。但是那个最好的管家耶稣来了，把账单来，就怎么样划掉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个新造的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包括过去，包括现在，包括将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而且把我们的罪丢到深海里，上面写着禁止垂钓，对不对？至于那个耶稣怎么这个管家这样子呢？耶稣是管家，应该叫我们千刀万里追啊，还加利息啊，对不对？而且耶稣竟然做这种事，结果每一个都写0，你现在都不用还上帝了，因为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替你付清了。所以彼得很感动的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金银能坏的宝物，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我们这些人本来欠上帝债太多了啦，包括我们太注重金钱啦，我们侍奉马门啦，但是这一切的债都被取消了。然后，虽然我们这些人侍奉马门，但耶稣反而服侍我们。他说：“人子来不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你，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要洗净我的罪，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我愿意成为你上帝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听了今天的信息，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就是那一位债户，我欠上帝的债太重，我今天要来到你面前说：主啊，你赦免我，主啊，你怜悯我，我愿意信靠你，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好，看到还有没有？看到请放下。还有没有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救恩，我以前太看重钱财，我太看重这一些，主，我愿意悔改。”还有没有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从这个管家的行为给我们很深的启发，帮助我们这些光明之子，我们有今世之子的智慧手段，但是我们也有心中的纯正，帮助我们为天国多么的努力，当我们为了你的福音多么的努力，让我们每一次在崇拜的时候都邀请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也主啊，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灵，看到我们周遭需要关怀的、需要陪伴的、需要安慰的、需要帮助的。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他们的贵人，提他们一把，拉他们一手。主啊，恩待我们这一些人成为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感谢牧师为我们讲道，愿我们